心事无人知，想着我会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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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可挂牛皮在街头抗议，因讲想要做嘛做袂起，若照这款薪水来买厝，唔食唔啉嘛着爱等几十年。市长带领叫咱大家不要着急。将来阁有国民住宅等着您。我讲市长大人，感谢你的好意，到时请你派人来阮房前通知。台湾国有金都在，台湾厝价因袂害，台湾政治因目歹，台湾人的心思无人知。古早时阵就有歹人。无啥同，厝内的宝镜你着好好藏，若无互人掠去，一个放。大头家想着目好红，规气来去买一支乒乒乒，无互怪苦送对咱大家讲，出门小心不要踩到枪。想着我会惊，想着我会惊。想着我会惊，想着我会惊。趁食人买物也是爱公平，1块2块嘛甲人地冤家，看人咧开酒，你会开大火。1万2万摕去下小姐，唔免冤找啊，唔免冤找。啊，人伊脚到趁钱，啊，你是算啥货？谁叫你唔去好子替人讨地？若无你的奖金嘛80几个月。台湾股票因都在，台湾厝价因袂害，台湾政治因目歹。台湾人的心思无人知，囡仔时阵爱看武侠片，刷落过来买一支流星蝴蝶剑，是安怎最近拢无看人伫演？少年的，人即马拢嘛刷来迄落立法院。现代人时代真够假sen平常时阵伊是上爱表现。代志若大条，就甲伊无牵连，一切依法处理，我没有意见。台湾股票因都在，台湾厝价因。